咱先为咱的圣经以赛亚书48章1到11节。雅各的家用以色列的名来称呼着，这个就来用水源出来，恁就听，恁是耶和华的名来有传，称呼以色列上帝，总是无用诚实，无用公义，因为各也是称做圣城的百姓。我靠以色列上帝名做万军的耶和华，以前的事我对古早讲明，已经出我的嘴，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间做代志就成，因为我的行动在你是严心的，你的后文是你的，你的办法行的，所以我对古早甲你讲明，是了未正的代经指示你，免对你讲，假的事是我偶像所行的，是我条件偶像，到我是为偶像行的，你已经听见，做拢总的话语。你就安尼保存我着吗？你听以后，我从你的事，就是你未答应我的指示你。你创做的，毋是古早就有，安以后，怎讲？假的事我已经知。下面是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苦难中路中的竞选。下面时间咱交牧师。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即时三个组织，阮搁一摆要对你的话三个直接学习。主，看你的话，互阮伫生命中、伫生活内，诚做阮最大稳固的基础标准。直接来领受到上帝你大大的福分，对担到永远。主，看你的心啊，充满伫阮，帮助伫阮，阮听会当晓悟，伫遐行实践，为着你的名来高举甲宣扬。但至于阮要对你的话，三个直接还是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二主日。点到两支的啦，第二支的啦，两支的蜡烛，特别紫色的吼，是象征着陪伴甲信心。邀请兄弟用真实的信心来陪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过来。兄弟姊妹，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嘛？信心就哪像什么？引领共一样，推动咱向前，对向这个头前的目标底下来跑走。总是真实的信心是啥物？有一个姊妹伫遮来分享讲，信主了后，我主日礼拜拢无缺席，也一直真积极的参与各种团契聚会，也真热心伫遐来传福音，真心真力做主的工。所以伫遮讲，感觉我是一个真正听主、听上帝，
也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总是当我拄着困难、困境，厝内人伫遐破病，我真迫切伫遐祈祷，恳求上帝会医治临到。总是安那，祈祷中上帝无应允，所以伫遐我感觉非常的灰心、失志、失望，甚至开始安那伫心内埋怨上帝。这个姊妹讲，当我搁再深深伫遮来反省我家己的信仰，我问家己，我真正对上帝敢有够额的信心吗？其实伫遮会当看去，我的信心确实是真衰。我的信心是只敢建立伫我的家庭平安，我的肉体内底无病无痛无灾厄的基础顶面。一旦无下伫家己的心意的代志临到，我就伫遐受气、埋怨、累积。这个时，我才看到家己对上帝的信心，真正是安那小甲非常的可怜，实在是无通夸口的所在。亲爱的姊妹，其实生活中间，拢一直不断伫遐考验着咱的信心。我毋知影咱是毋是会当伫遮来经验着即种的考验嘛？当你面对婚姻即个困难的所在，当你伫遐面对亲子关系的矛盾，当你伫工作的顶面拄着压力甲挫折，是毋是你伫遐来失业？你的经济拄着问题，当你的身躯健康拄着问题，亮起红灯的时，请问你敢有愿意相信，万项事拢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凡事拢有上帝水果好的旨意嘛？真侪时阵，咱的嘴伫遮承认讲，我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米独一的真神，我也伫遐相信耶稣基督是我性命的救主。总是，当咱是拄着生活中的考验，我就伫遐软弱无力，因为我的信心毋是起坐伫对上帝有真实的认捌即种的基础顶面，是起坐伫是毋是会当得到上帝大大祝福的基础顶面。兄弟姊妹，是毋是上帝若无祝福咱，互你凡事行通顺利，全家平安？你若伫遮领受着，你就信伊；如果你若无得着，你若一直伫即个苦难中，你就伫遐呐，毋信、毋参加主日的礼拜敬拜上帝，是毋是有人啊呐回转转去拜偶像？就那像以撒先知的时代，共一样遮犹太人呢？今日咱伫遮所读的这本《新安公读经本》的主题，是讲苦难路中的竞选。圣经在是以赛亚书48章1节到11节，上帝要通过这段圣经，伫遮要对咱讲什么呢？其实牧师咧准备这段讲道片的时，有读到一本册名叫做《生活的陷阱》，生活的陷阱。副标题是如何应对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一步一步啊呐，重建你的生活。这个作者，伊叫做哈里斯，原本是一个呐幸福100%的人，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心理治疗师，有真水的福人人，甲真古水的囡仔，总是当伊2岁囡仔，互人确诊是这种啊呐自闭症哦，嗰是严重性的自闭症，伊就敢若这个全世界呐，忽然间就那规个拢放落去。这哈里斯伫遮形容讲，当伊听到伊囡仔是重度的这自闭症的时，自闭症的感觉，所敢若感受人啊，冲到伊的腹肚，那一刀啊，甲插伫腹肚内底吼，啊，然后肠啊一条一条甲扭出来，吼，迄种的感觉。所以伫真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伊感觉伊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
兄弟姊妹，咱来知影生活限制是安那，无所不在。有突发性的事故，有失业，有失恋，有离婚，有病痛，甚至亲人的死亡等等，这拢会互人感觉非常的痛苦。有一寡困境，咱会当紧紧行过去，互咱的生活定规划入安静平静。总是有时咧，面对着困境是遐尼大，互人感觉力不从心，因此安尼陷入的悲观甲焦虑，就感觉人生完全拢无望，就像即个生活的陷阱。这本册作者，伊只甲想到伊即个自闭症的即个囡仔，即个自闭性重度自闭性囡仔未来。想到伊的未来就非常的恐慌不安，毋知要怎样。总是安那，这个作者，伊讲伊凭着什么正面的信念，所以积极正面的思考真重要正面的积极的思考，特别照着伊的心理学的财物来行出这个痛苦，过来一摆来体验着安那生活的意义甲价值。所以伫这本册顶面，作者伊结合心理学的财物，甲家己的经历，将将应对这个困境应对这个困境，对伫这个困境的过程，伊总结4项4步。头一步就是安那，爱好好安那对待家己，爱好好对待家己，理解并接纳家己安那痛苦的感受，毋通多撇，也毋通伫家己的伤口顶面撒盐，请你爱甲你的痛苦伫安那和平相处我会记得有人癌症，你敢知？癌症敢有药医？有无？即摆阁无药医除非是初期的啦0期、1、2期，可能3期还阁有一般第4期差不多无救较侪特别有一寡较严重的癌症，所以讲着癌你就天放落来，不是要跟他怎样共存，和平共存同款的意思会当活久，做偌侪工，好好对待家己，这是非常的重要第2项落下锚点，设立停损。咱船要停拢爱拍锚这是一个真重要。所以，互家己甲同的建立什么建立连结这个连结非常的重要。毋通互家己一直陷落伫这个负面的想法甲情绪的恶性循环，互家己会当跳出负面的想法甲情绪的干扰这是一个真重要。专心做好什么？即时即刻应该爱做的代志这是第2项。第3项呢，就是选择价值观。咱知价值观是一个人内心深深的渴望，包括我想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人，我想要表现出什么款的品质。价值观就会带来什么行动的动力行动的动力因为伊代表一个人内心上重视的品质所以价值观当然有这个价值观会带人持续的什么满足感这是第3项。伊会当互你向前，对向你的头前迈进的目标。并且，这个价值观就是会当，互你有这个持续的这个满足感。第4项，就安怎感恩就爱感恩咱现时，珍惜现有咱毋是讲假身体困境无存在，也毋通只看到困境，
生命中有更较重要的，这毋通安那悲伤已经失去的，都爱看家己还阁安那拥有的，并且安那好好伫遐来珍惜。所以这本册其实也有真侪实际的操练，会当帮助咱放落即首毋放的负面念头，看到生命的长角。所以上帝为咱备办的丰盛祝福，兄弟姊妹，是你若有兴趣啊，即个网络顶面吼有即本册介绍甲分享，咱会当去看。兄弟姊妹，咱来知影，即个世界的顶面有。会可能有真侪种，有的是直接性的，有的是因为家己犯错的原因，所以你必须安那去承受。譬如咱直接知影圣经中大笔犯罪，大笔犯罪结果是啥物？刀剑安那无离开伊的啥物？伊的厝，伊的家。有的是啥物？间接的吼，间接，因为安那别人犯错。你甲你是安那受影响，被波及，甲有诶是安那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发生，那就天灾地变不可控过因素，伫遐受灾殃。总是咱知影有诶可能是出伫啥物魔鬼诶攻击，有诶可能其现在呐你无答案，有诶可能现在你无答案。将来只有见主会面的时，才会伫遐来显明。所以当咱做着苦难的时，咱上帝先安那爱伫上帝面前先安那省察家己，反省家己，才让家己伫生活中生命内深受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所在。如果有，咱都爱伫上帝面前安那诚实的认罪悔改。如果若省察过后，并无得罪上帝的所在，就那像约瑟安那，伫遐是安那受侮辱、无害、无过，也是亲像约伯安那，互撒旦伫遐来攻击。那呢，你只有安那爱伫遐耐心听候上帝的公义审判会来到。咱会当运用这本叫做《生活的陷阱：生活陷阱》这本册所提供的一步一步伫遐，互家己行出困境，总是听候，并是浪费时间伫遐咧听候，是安那？是来扩展你生命的境界，这种的听候，你来不断充实家己各方面的才调能力，才会当亲像约瑟共一样。伫安那，正做上帝的关键时刻，所要重用的安那贵重器具。所以咱今日这段经节的主题，咱今日主题是啥物？苦难路中的精选。因为这个我毋知影伫这个感恩礼拜中间，牧师提到20世纪上伟大的新约，啥物个无？20世纪上伟大新约，感恩节是啥物？以色列复国啊！以色列复国，2500多年前的一个灭国的国家，竟然当复国，这世界无人有的，这是一个真正新历啊！所以以色列这民族伫全世界漂流2500多年，伊存在的上帝的目的，就是要见证。伫即个世间上，真正有一位上帝。其实以色列即个民族，其实就伫遮咧代表咱整个的人类。因咱知影上帝创造人，原是要甲人共享伊所创造的一切水甲好。总是安那，人去掠家己做参名，背逆偏行家己的路，远离上帝的祝福。就像主耶稣伊所讲的即个浪子的譬喻，迄人啊。开毁老爸的钱财，开毁家己的性命的浪子，等甲伊安那食尽了苦楚，伊才伫安那醒悟起来，想到老爸的疼、阻碍、家庭的温暖。兄弟姊妹，今日上帝也共阮呼召即个背逆的以色列
回归。像是啊，伫遐呼召咱，都爱转向伊。咱毋通阁有背逆的硬心。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间，为着咱定死伫一个家庭。咱敢伫遮阁咧怀疑、怀疑上帝的疼吗？咱阁要伫遮呐来试探上帝的疼，啊，讲试探上帝这个底线到底有偌大、有偌深嘛？所以伫以赛亚书55章6节，安尼甲咱讲。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三军的时求叫伊。咱毋通亲像主耶稣所讲迄个10个童女的披露，迄个5个无准备好，即个油的即个牛戆的童女在世女，当主耶稣过来的时安那，因为无备办好，所以无法度进入去安那，甲主享受了即个同在的喜乐，甲欢喜，那迄就真正可笑。所以今仔圣经在互咱看到上帝亲自来指出咱啊，就是啥物？就是讲雅各家以色列人的罪。圣经的记载讲，雅各的家用以色列的名来称呼的，对犹大的水源出来的，恁着听。恁指耶和华的名来咒詛，称呼以色列的上帝，总是无用诚实，无用公义。48章1节。这是上帝的选民，因知影有上帝，也知道上帝名伫遐呐咒詛，总是因的生活方式，却无用诚实，无用公义，是惹上帝受气的悖逆之罪。百姓为什么一直活伫这个罪的中间呢？因为因也无认捌着真实的家己，也未互上帝安那 touch 到。伫遐啦，真正亲身去经验到，就一别伫遐讲啦，请我这样风闻有你，对吧？后来经验到这个口谈了，他说什么？现在我怎样亲眼见到你？这种的经验非常的重要。兄弟姊妹，咱也知影伫创世纪的顶面。拢是对家己伫遐咧掠，家己咧掠，即个什么人？雅各对无？一直咧抓起的雅各，伊怎样转变成做互上帝得胜的以色列的即个故事咧？雅各伊的本性是一个什么诡客狡诈，伊是用手段夺取了种子的名分甲祝福，后来呐，惊伊兄哥安那报仇，所以安那。走到伊阿舅来班遐，所以凭着伊家己的努力，也凭着伊家己的智慧，赢得丰厚的产业。所以伫人生的即个上半场，雅各就是人生的什么胜利组、胜利组。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后来呢，伫转去路站，要转去，啊，听到兄哥竟然带400外人要来甲伊会面，哇！这兄弟要见面，竟然带一堆人来吼，所以雅各伫遮灵想讲，兄哥是安那真欢喜哦，要来迎旨意，所以带遮侪人来上，也是伫遐恐慌惊吓咧。牧师相信恐慌惊吓，赢过欢喜嘛。因为安那，伊捌做对不起伊兄哥的代志，伊捌欺骗伊的兄哥。所以真惊伊的兄哥伫遐来报仇，所以恐慌、担忧、惊吓，伊的兄哥将伊所有的一切拢安那夺走。所以咱知影人若有诶时吼，忽然间足惊呐，足惊诶无对无？你今日若有工作，你会惊你工作无去无？会无？我相信每一个人会啦。你今日有钱，啊，忽然间钱胖去。你会惊无？我说，连一顿饭都无法度食吼，所以惊到安怎？规暗困袂去。总是咱看见伫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上帝伫遮呐来找伊，吼，所以伫即个雅别渡口，迄个改变人生关键的所在，
雅各伊真正亲身伫遐经历着上帝，上帝甲伊安怎伫遐创啥？啊，小宴啊，甲伊伫遐小宴吼。所以圣经伫安怎讲？迄人看袂赢伊，就伸雅各的大腿躯，吼。三宴的时，雅各的大腿躯就切着。创世记3:29-25节，兄弟姊妹，迄人既然赢袂过雅各，咱就当看伊讲雅各的心真正硬，伊绝对毋肯安那，毋肯输，吼。总是雅各的大腿骨互伸一个，就安那，就摆骹。雅各才明白，即个人毋是普通人，伊就是啥物？伊就是天使，就是上帝使者，上帝本身。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共款要等到家己的大腿骨啊？那叫人伸一个吼？咱那大腿骨这个所在表示啥物？有力上强的所在吼。所以咱真侪人换这个髋关节吼，哦，这是真重要。有力的所在，才会当行。所以互上帝啊那伸一个切着，才谦卑落来。伫安那，承认家己真正需要上帝。咱知影雅各伊是一个心智非常的坚强，毋肯服输的人。总然啊，当伊互上帝手伫遐touch着的时，伊马上明白这是上帝作为。伫个肉体上，雅各是输啊，伊摆骹。总是当伊认出是上帝时，伊坚持安那，上帝安那，爱甲安那，爱甲伊祝福啊，莫互上帝走啊。若无了受到上帝祝福，莫放伊走吼，兄弟姊妹，你敢有认出上帝伫你心中的奇妙作为嘛？就是要改变你的性命，互你对倚靠家己，转倚靠伊。所以咱只要看伊用上帝将雅各改名叫啥物？以色列。雅各以前是一直抓起，一直要掠，啥物拢要掠，啥物拢要拢倚靠啥物？家己的气力。所以以色列这个名的意思有几啊个，就是安那甲上帝相应的人，上帝王子，上帝德性，就是讲，互上帝伫生命中伫安那掌管。即个请问雅各一生中间，你是毋是有看到咱家己本身即个影咧？伫雅各的心中咧？咱知雅各是一个真掠真掠抓起的人吼。伊凭着家己的努力甲聪明，掠着每一个对伊有利益的机会。伊掠做靠家己的努力甲聪明，会当赢得伊所有想买，伊开始安那，也开始得到。所以当伊面对列班的对杀，甲伊的兄哥以扫的报仇。伊的心去充满着惊吓，努力规世人，半世人所得到的，有可能拢被安那夺取、抢夺去，变成做一场的空。特别到伊摆骹了后，伊的肉体安那，搁较安那软弱，伫这人软弱、人绝望的时，伊内底这灵安那，忽然间安那，就会醒起来。而且明白原来家己的本事是遮尔软弱，遮尔软正。若是上帝保守甲看过，伊拼伊的一生的努力，伊所伫遐拍命、拼命、拍拼的一生，拢是空的。所以对迄时的开始，改名做以色列的雅各，伫人生的下半场开始学习谦卑、倚靠上帝，即种的交托，倚靠上帝的信心，显露伫伊遭到更加艰难的困境顶面。譬如讲，伊上疼、上介意的妇人人，什么人？列杰安怎？过身去，上疼的伫遐过身去。伊失去这个上疼的什么人？伊的囝约瑟，啊那去用卖去对无？啊个什么？经欠缺食面的时刻，这种的困境，伊学习了学晓对上帝有信心，有勇气去面对。
伊无搁再接受伫遐什么安然掠掉的，你是安那放手交托互上帝。我能讲发生了遮尔多代志，伊若搁要安然掠靠家己吼，我看伊若无起笑吼，若无早就再见啦，是毋是？是毋是安尼？你想看嘛？你若甲看到即个人哦，我足听我的太太，我的太太若无我安怎吼，啊，结果伊忽然间安怎转去，哦，啊，做困境困难，啊，家己所疼的囝约瑟，啊，饥荒、食面欠过等等，即种的问题是，咱若当时经历着，若是你的事，你会安怎？你会感受安怎？所以咱看见伊无再接受安然想要掠掉，你是选择真正专心倚靠上帝，交托上帝。最后咧，感谢上帝，伫埃及，伊看到伊思思念念真久长的囝，并且得到即个伊所疼的囝约瑟安那奉养，甲安怎送别。兄弟姊妹，人凭着家己是无得改变家己的骄傲、自大甲自私。因咱知影对始作亚当所遗传落来，人对出世的时，咱的内在，咱即摆咧讲基因对无？导致什么？导致个罪性，有罪。所以咱知影人是败坏的，人是软弱的。你若想要挽靠家己行好，是无可能的。所以上帝只讲安那，你实在安那袂捌听去，你实在毋知，你的耳孔对起头实在无开。我本知你行代志极其诡诈，你对出胎以来就称做悖逆的。以赛亚书48章8节，人的悖逆安那，上帝就一直拢知。所以上帝讲，我为着我的名呐，延前我的受气；为着我的名安那，名声呐，宽容你，无甲你安那，无甲你针毒。哦，48章安那9节。所以今仔日上帝遐容忍咱遮背嘅人，毋是因为咱啊配得着，还是讲咱家己积偌侪功德啊？毋是这功德啊，是为安那上帝怜悯咱，是上帝怜悯咱。上帝不但怜悯咱，伊个讲啊，搁较大、搁较深的疼，伫遮来感化咱，互咱这个石头的心变成做肉的心。所以人只有伫生活的困境面前，才会当承认家己的软正软弱、欠缺、骄傲自满，互咱局限伫家己，毋知天地有偌大。所以咱知影，可能是咧熬练咱的心性，互人谦卑，会扩展生命的境界。最上帝也知影咱有几两重，会当承受偌大的压力。所以因为安尼讲，看我锻炼你，也毋是亲像阮，你伫苦难的火炉中，我经历。以赛亚书48章10节。如果上帝若真咧熬练即个阮，共样直接熬练咱，我想咱差着安那挡袂牢啊！早着伫咱的苦难中，伫咱灭亡，总是感谢上帝。正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所讲的，恁所拄着的事，无毋是人啊呐的相似，上帝是信实的，无要互你拄着刺过头伫恁所会当，对伫受刺的时，要煞开脱出一路，互恁当会起。所以咱只要看见上帝这个苦难，譬如讲以色列亡国受掠，只要熬练以色列百姓，总是因也未到这个阮啊呐，遐尼啊纯正的时，上帝就已经经因，因带因离开这个受掠的所在，帮助因脱离这个苦难的路，迎向这个喜乐、阳光的国度。请兄弟姊妹，人的罪袂当阻挡上帝旨意的成就。如果上帝百姓因为犯罪，你一直啊留伫这个受掠的所在，那呢，上帝名也会受到这个假神
伫遐来祈求，伫遐来敬上。所以上帝定义要救赎以色列，毋是因为因配得着，是因为上帝要成就伊家己的荣光的旨意。所以遐会经历过即个苦难罗的后年过人，伊的肉体要像雅各的大腿骨共样，伫遐败去。总伊的心灵，却因为互上帝伫遐那touch着，互上帝摸着而幸福。我要谦卑，愿意互上帝伫伊的生命中伫遐那动工，诚做一个愈来愈亲像上帝的人。那呢，迄个拜去的骹反转呢，诚做稳定的记号。同款，咱生命中所经历过的每一个苦难，也拢要因为上帝的怜悯甲慈爱，转化诚侪稳定的记号。每一个记号，拢伫遐咧讲起上帝咱的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所以咱伫遮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拍开咱即个属灵的目睭，看清楚家己生命中是毋是也有一寡杂质杂质需要被上帝熬炼。所以咱求上帝伫遐清气咱、洁净咱，互咱诚侪伊美好的见证者，也为着正伫即个苦难路中间受熬炼的人伫遐来祈祷。咱现在即个有做伫苦难中比如咱最近拄啊跋倒什么人？初期者，啊个受累者，身躯有几啊位，啊个喙角者，咱才会时段，咱伫遮为因来祈祷。无论受苦的原因是怎样，咱拢伫遮求上帝求上帝安慰，加添气力，互因伫黑暗中又能看见迄个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听，伫遮来出世，一来要将咱对迄个受掠、受苦的所在伫遐透放出来，互咱会当伫遮吟诗学乐，大声出声来学乐上帝，伫遮共同来领受上帝伫咱生命中的水甲好，愿上帝咱祝福伫咱，帮助伫咱，坚固伫咱。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感谢你，过来一摆对你的话三较伫遮学习。主安知，阮人确实是软弱软正。对苏索阿东以来，阮都已经有迄个罪伫阮的身躯顶，所以阮人无法度靠阮家己，阮只有倚靠耶稣基督。只有对主你的信心，阮才会当得到徛在；对主甲阮三个低地的气力，阮才会当得到较大的帮助。主，阮的上帝，当阮过来一摆伫你的面前，阮三个敬拜时，可你亲自伫遮touch着阮。亲自，阮伫遮甲你亲近、亲密，建立较水较好的关系。而这是阮所需要的，也是阮伫现今的世代，阮真正的需要。可你的神充满伫阮每一位兄姊妹的心上，充满伫阮即个中间。过来一摆，阮将阮本身完全献上，摆咧伫你面前，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